加好嘅。原來咧喺香港今年嘅報佳音竟然有何韻詩同黃耀明，佢哋咧唱出好好聽嘅歌。自從2021年咧都好耐冇見佢再出現，所以咧同埋佢哋兩個嘅歌聲咧都係有啲感染力嘅，我都比較鍾意。咁其實聖誕節都係大家一個紀念基督教耶穌出生。雖然真正嘅耶穌出生咧就唔係而家嘅我哋所謂嘅12月25日，但係無論點佢都有一日出世。而呢一日係邊一日咧？其實就又唔係好重要。好多時啲人就會將生日作為一個紀念。其實如果你要紀念受難嘅咧，就係出世個母親，因為佢有出生嘅陣痛嘅苦楚。BB 落地哇哇一叫，個哇哇一叫佢就係要大力唞氣，所以佢要喊咗出嚟。咁咧個身體裏邊嗰啲液體就會吐啊，開始運作。咁就係我哋塞嘅 engine 咁嘅樣。所以人嘅生命都相當重要。所以你信唔信好神？呢個係當係每人嘅信仰啦。但係你係信邊個神啊？咁你信有叫做多神教定係一神教？而一神教裏邊嘅嗰啲佛祖啊，咩道家嘅嗰啲就我就唔作多講，因為呢個係一個哲學思想，而後人將佢變為一種宗教。咁其實大家睇多啲書就了解。歌聲多追甜，秀麗伴在樂裏互見，溫馨憶念，多麼的溫暖，今天應該反覆百遍，我將心聲附加祝福，信先寫。我獨自望舊照片，追憶起往年，我默默
再寫，彷彿相見，多麼的